讲到国民法官法到大约满1年啊，这1年以来有300场的无期法庭。司法院长柯宗力也讲，司法审判需要多元的角度来思考，希望民众愿意走入法庭参与审判。需要你的声音、你的经验、你的想法、你的勇气，让我们的法律保有人性的温暖。国民法官法公布着要满1档，司法院11说明目前准备的进度，包括订定国民法官费用等5项处罚，嘛办理300场无期法庭、100多场的教育训练，到学校、部落、庙口等所在宣传，提升民众对国民法官制度的认识。国民法官的法庭是由3个职业法官、6个国民法官组成合议庭。国民法官会使参与地方法院的第一审，主要审理的除了少年刑案加毒品案件以外，上轻本刑10档以上有期徒刑加超故意犯罪造成死亡等的重大刑案。审判结果是由职业法官加国民法官共同讨论决定。我毋捌读过法律啦，对不对？我毋捌读过法律，我是要安怎讲判？司法院长柯宗力讲，法律的审判是真济价值的判断，所以需要徛伫济角度来思考，这就是司法需要国民参与审判的理由。法官的视野有限，但是矛盾的是呢，他又被外界呢期许要用全知的观点来做决定。有着不同的背景、生活经验的国民，他如果能够参与的话，或许呢就可以来弥补这样的一个不足。国民法官制度2023年会正式上路，目前还有500多工，虽讲外界各有记录，不过柯宗力讲，只要民众愿意加入法庭参与审判，就会使带入多元的意见，激起国民的思辨，打破社会甲法律的藩篱。记者郭碧君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